过去台南的跨年活动拢只伫特定区域办一场，不过今年市府将活动分散伫侪区，包括麻豆、嘉义、新营等等。其中第二场伫小龙文化园区的亲子欢乐嘉年华，就特别邀请唯一受到日本飞行船剧团认证的银河古音来演出。市长每天嘛现场分享礼物给小朋友，并且甲荷兰美声歌手 Martin Harkins 等贵宾做伙设单位，场面相当热烈。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我们耶诞跨年活动的第二场，我们在家里笑脸糖厂所举办的这个亲子活动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剧场只是其中一个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摊位闯关活动，所以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的合家光临的亲子活动。我们也希望说，借着这个活动来减少这个边缘化的问题，而且是希望我们过去有别于过去很多跨年活动只办一场，都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区域。我们今年把跨年耶诞的活动分散在好几个地方，有麻豆，有嘉义，有新营，还有很多的地方，还有城区的地方。希望说大家老的、小的、大的、小的他都能喜欢。我们也将来也会办理更多的跨年耶诞活动，很多让很多好朋友都可以来。今年12月的时候是台南的耶诞跨年月，所以说很多活动都要在台南举办，欢迎大家来台南，也欢迎大家来台南吃吃喝喝、逛逛、走走看看。台南绝对值得。这个活动来减少区域边缘化问题，加上设计一无同活动来适合无同的年龄层。12月会当讲是台南的圣诞跨年月，市府欢迎全国民众拢来台南行行踅踅吃美食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